歡迎翻到你坦洲豪宅嘅屋企啊！20零萬咧，你就可以攞低坦洲咁靚嘅豪裝南北通3房單位，入門嘅位置超厚實嘅實木門，密碼鎖5合1嘅，全部係交付標準。雙開嘅廚房，西門子嘅3件套歐派嘅定制櫃，飛利浦嘅淨水器，生活露台啲櫃都全部同你做好晒啦。望下呢一個餐客廳啊，哇！20零萬可以攞低啦！我哋睇到嘅冚唪唥冷全部都係交付標準，日立嘅中央冷氣射燈啦，全部都係交標啊，連電動窗簾啊都送晒俾你啊！睇翻成個內園景觀，望翻休息區呢一邊先嗱，乾濕分離兩段式嘅公共衛生間，好唔錯啊！真係全屋嘅豪裝交付標準，每間房嘅中央冷氣咧都係獨立控制嘅，主人房長布啦，同埋我哋呢啲馬桶智能馬桶全部送晒俾你，哇！真係豪到毫無人性啊！20零萬攞低坦洲豪裝3房，感興趣嘅朋友評論區留言3條8，我 send 資料俾到你。